有朋友患病，醫咗好耐都冇見好，佢認為可能係業障病，唔係醫藥單獨可以治療嘅。佢問我應該誦邊部經或者念乜嘢咒可以治病呢？我認為只要誠心念邊部經、念乜嘢咒都可以嘅。但係觀世音菩薩同我哋娑婆世界嘅眾生特別有緣，而且大慈大悲，尋聲救苦，能治百病。所以我提議佢應該念大悲咒嘅。喺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內記載，釋迦牟尼佛告訴阿難話：此大悲咒能大利益三界眾生，一切苦患纏身，用此咒治之，一定會轉好。用此大神咒嚟咒乾枯嘅樹，亦能發出生枝開花結果，何況有情識嘅眾生？如果身有病患，用此咒治之，一定會痊愈嘅。此陀羅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議，嘆莫能盡。如果唔係過去久遠以來廣積善根，甚至連此大悲咒嘅名字亦唔可以聽得到嘅，何況誦念呢？喺經文內有記載，觀世音菩薩向佛陀列舉咗持誦大悲咒嘅功德。如果任何人能夠一次誦滿5遍，可以滅除身中百千萬億劫生死重罪。若有人能誦持大悲章句，臨命終時，十方諸佛都會嚟接引。佢想要往生何等佛土，都隨願可以往生嘅。世間84000種病都能治療。如果誦持者喺山野誦經坐禪，有鬼神嚟擾亂，以致其心不能安定，只要誦此咒一遍，呢啲鬼神就唔敢再嚟擾亂禪者啦。又根據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，時常誦持大悲咒得15種善生，不受15種橫死嘅。第一，所生之處常逢善王；第二，常生善國；第三，常值好時；第四，常逢善友；第五，身根常得具足；第六，道心純熟；第七，不會犯戒；第八，所有家中眷屬恩義和順；第九，資具財食常得豐足；第十，常得別人恭敬扶持；11，所有財寶不會被他人劫奪； 12，意欲所求皆悉清遂； 13，龍天善神恆常擁護； 14，所生之處見佛聞法； 15，得聞佛法悟甚深義。咁念大悲咒嘅人唔會受邊15種橫死呢？不會因飢餓困苦而死，唔會坐牢而死，唔會被冤家害死，唔會軍中陣亡而死，唔會為豺狼惡獸殘害死，唔會俾毒蛇丸蠍所毒死，唔會死於水中，唔會中毒而死，不為降頭蠱毒所害死，唔會精神失常而死，不為山樹崖岸墮落死，不為惡人咒詛厭魅死，不為邪神惡鬼所害死，不為惡病纏身死，不會自殺而死。各位，誦持大悲咒有無量功德利益嘅，大家必須要學習持誦啊！